继续来到新北市的泸州，昨暝10点外发生着严重的车祸，一台客运车司机驶到路口，无等倒弯的车顶道，就直接将靠过，结果一台直驶的修理车袂互动，都甲弄落了，这声弄一个食力。这个修理车是喷到边仔的人行道，搁来弄倒着过路人，甲停伫路边的机车，前后是弄着6个人，来弄害11台车。惨便利超商的条啊嘛弄歪去，初步了这个损失至少是40万，恐惊这客运车司机爱中打咯。赶紧打档啊！唔过是未赴白色修理车弄对人行道。弄甲真大声，后民众拢惊一条，袂少人行去路口看，才发现人车拢弄做伙。就是看到那个路人被撞飞了，便利商店休息而已。对，然后就被撞飞。白色修理车的车头拢冒气，弄甲真正力甲停伫路边的机车的车壳，各有零件拢弄甲散了了。看到民众讲现场像咧拍保龄球共款，人直接互弄飞，球的嘛落伫现场，画面看起来真惊人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甲受伤的民众送去病院。目前虽然无性命的危险，不过要伫病院治疗。是安怎会发生这件车祸？原因就是这台客停车违规倒弯。很多啊，这一条常车祸啊，就没有车就会转过去啊，晚上比较快。客停车无等枪顶倒弯的电号，就直接违规倒弯，造成直行的修理车袂互动来，和客停车相压了后，就直接弄对人行道。现场为一台计程车自三民路左转时，与对向直行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。事发路口多是便利超商，来往的人较侪，嘛是造成这摆有6个人受伤的原因之一。不过上主要也是因为客停车违规倒弯，依法会当罚2800块，而且总共有11台车车损，另外再加上便利超商的条啊嘛互弄歹，初步估算损失的金额超过40万。为了抢时间，这个大结果真正袂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